潛意識咧就係聽到個窮字，你成日講，唉，我唔想窮落去啦咁樣。潛意識裏邊咧係唔識分咧，你唔想要啲乜嘢，佢只係接收到咧你講出嚟嗰個句子咧裏邊嘅關鍵字，於是乎咧佢繼續咧俾多啲窮嘅體驗你啦。學識一樣嘢叫做語言嘅轉換法。咁下次當你想講我唔想嘅時候咧，將呢句嘅句子咧轉換成為我選擇。咁舉個例。譬如話我唔想再做呢份死氣沉沉嘅工啦，咁樣轉換成為咧，我選擇一份更加有價值，令到我心靈富足嘅工作。又例如，由我唔想再為錢煩惱啦，咁樣咁換成為咧，我選擇豐盛嘅能量去支撐我想要嘅生活。咁語言咧，其實係喺你嘅潛意識裏邊咧最強大嘅一個指令嚟嘅。咁由今日開始咧，你選擇啲乜嘢？咁你試下喺留言區嗰度咧寫低一句你今日咧嘅選擇。咁我哋一齊喺潛意識嗰度咧落呢一個嘅指令。